煩得慌。你说吧，我跟王老师把话说开了，怎么反倒别扭了？说开了再做决定，总比什么都不说就下决心要强。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的，要不然就潇洒放手，要不然就坚持不懈。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半半捞捞的。我要是放手了，我觉得舍不得；我要是不放手，我觉得对不起潘老师，我都快拧巴死了。我觉得别想那么多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，就留给时间去解决。你说的对，留给时间去解决。谢谢你啊，总当我垃圾桶。你这话太见外了。可芳，真不错，比刚来的时候强太多了。戚总，我还在努力中。真挺好的，我觉得你可以在宠物按摩这块好好研究一下，说不定以后有什么大作为呢。啊，是我昨天晚上去书店买了好几本关于宠物穴位的书，我想在这方面好好研究研究。很好。可芳，我有事想问你。啊，你问。你最近有去马场吗？没有，最近咱们这儿太忙了，我就没过去。那行，你先忙着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吧。啊，行。再见。哎，再见啊，戚总。怎么办，小宝贝儿？我不是要得罪冬眠，就是要得罪戚总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愁死了！叮铃铃，保佑我，一次就中。冬眠，受不了了。嘘，轻点儿，这么负能量会影响我肚子里的宝宝的。你光想着你的孩子，你知道今天戚明峰突然来找我，问我最近有没有去过马场，我一想他就是要打听你。还好我反应快，我说我最近都没来过。可芳，你千万不能心软，一定要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。我不撒，就我最不会撒谎。你不知道我现在在宠物学校，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戚明峰，我害怕我一